流程安排，我们所有的人员的到位、器械的安排，都能够蒙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欢，能够让我们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蒙主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也赏赐我们这样的恩典。如今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愿你悦纳我们的献上。当我们献上的时候，主啊，也愿你来垂听我们的祈求和祷告。愿你赐福你的儿女，使你的儿女也能够在你恩典的当中领受你、享受你，并且来纪念你一切的恩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所有的器械、设备、人员都是你的，愿你掌权作王在我们当中。主啊，随你的安排跟旨意来运行，让整个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你的堂前。愿你得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现在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崇拜。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讲他的荣耀发明。今天主日，我们仍然在
复活的节期，我们感谢你。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的复活完成了救赎的恩典，也带来救恩的盼望与确据。我们感谢你，因此我们愿意甘心地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不管我们遇到何种的境况，艰难或者是轻松，美或者好，或者是坏，我们仍然信靠你，愿意用感谢、赞美为祭献给你，也因此得到你赐下的丰富恩典。主，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我们凡事交托，愿你大能的手成为我们的依靠和帮助。愿今天的崇拜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愿意过属灵的生活，见证主的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金灵良诗选的85首，你信实和广大。我们来唱全首。第二节。
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做我们的信仰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别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接下来，让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诗篇23篇，在旧约的556页，诗篇23篇。由诗会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一起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公祷，我们一起来低下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众弟兄姐妹能够一起聚在圣殿中，歌颂赞美你，是何等的喜乐。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我们的宗派、同胞、肢体，要向你来祷告，愿你来纪念。我们要为着非洲的国家斯瓦蒂尼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中，使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得到基督的救恩。我们也为着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台中卫理堂教会献上祷告，为黄建章牧师，愿神祝福他在当地所有的服事，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使更多的人悔改信主，也为着所有的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服事有力来祷告。我们为着台湾的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神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使他们能够秉公行义，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及政策，让整个的国家人民得到蒙福。我们也为着台湾儿童还有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我们也为着台湾第一线的防疫工作
的医护人员还有军警人员来祷告，愿神赐福他们平安，工作顺利。这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进课，我们请怡华姐妹来为我们读《使徒行传》，还有彼得前书。今天攻读两段经文都在新约，一处在《使徒行传》，一处在彼得前书。《使徒行传》2章42到47节，在教会新约的131页。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第二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2章19到25节，是教会圣经的新约的257页。彼得前书2章19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以上是上帝的圣训。谢谢迪华姐妹的攻读。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经文在马可福音9章14到29节，在新约的48页。马可福音9章14到29节，由诗慧来读这一段。马可福音第9章第14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吐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
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面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安安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感谢主。献诗，诗班今天要献的诗是耶稣奇妙的救恩。
谢谢诗班正道伊文牧师要带来讯息，题目是带到主面前。我们请。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带领在主日，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的敬拜，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带领在主你所定的日子，主你从死里复活得胜的日子，我们一起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的殿中，主啊，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主，有圣灵引领，带领我们在主的话里面得着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师父带领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讲题是在马可福音第9章14到29节，带到主的面前。那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的作者有一个努力如果一个瞎眼的人只因为听见耶稣的事，就相信他就是弥赛亚，是拯救者，那么有眼睛明亮的人，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亲耳听过耶稣所传讲上帝的信息，更不应该确信耶稣就是来自上帝，就是为了来拯救世人而降生在世上的主。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启示。当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到，眼睛可以看见，手会动，脚会走，请不要犹豫，请不要迟疑，相信耶稣就是你生命的主，这一点是一定是正确的。阿们。感谢主我想我们都是属上帝的人这样的一个宣告是蛮好的也能够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朋友们，他们也能够来认识那创造的主、那生命的主。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里我的力量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马可福音第9章14到29节那这段英文前面就是耶稣带着3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上山变相上山变相看见然后这样的意象，然后下山之后的事情，下山之后的事情，在14节圣经的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为了什么事在辩论，但我们可以整个经文来看因为有个家长带一个他那被鬼附的孩子来找耶稣，结果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3个门徒上山了剩下9个门徒在山下，因此这父亲找耶稣的门徒为他的孩子赶鬼没有想到门徒无法赶出这强有力的鬼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让在旁边的这些文士这些找到了攻击的机会在第15节的经文里面有一个让我们感到不解的是，群众看到耶稣的时候都甚稀奇我想可以对照着经文我们逐渐的来看甚稀奇，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无法清楚知道。有人说因为耶稣脸上发出亮光，因为刚从山上登山变相下来，脸上发出亮光可能是这样子。但也有人说因为门徒正在被这些文士他们修理的不知所措的时候，门徒和群众期盼
大有能力的耶稣出现。这时候，耶稣就出现了耶稣就出现了因此一看见耶稣就上前上前迎去迎接他所以这里都甚稀奇大概我们这样的来理解那当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些门徒不知所措的时候，耶稣突然出现了。小时候，我记得在小时候，我妹妹我有2个妹妹那时候大概50多年前了那我们到那时候最热闹的盐埕区大兴百货，我不晓得在座有些跟我同年龄的大兴百货是非常有名那时候在盐埕区大雅的那个地方我们常常就是假日就会去那边逛街百货嘛买衣服这样子。结果那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的大妹妹走失了我妹妹走失了那时候我整个人从头顶到脚底都麻了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妈妈很着急这样我爸爸当时我没有跟着去然后就找整个大兴百货那边找都找不到，最后不行了最后就到警察局去要报案，结果呢在警察局就看到我妹妹有时候不知所措突然很震惊没办法了到警察局就看见这样就刚好有个好心的姐姐或者阿姨我不晓得就带她到警察局去带她到警察局去或者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吓死了但结局是好的结局是好的找着了。从16节到18节这个地方可以看出耶稣和门徒之间的辩论就是门徒无法赶出附在孩子身上的鬼，在这个问题上面辩论。但我也看见这个孩子附在身上孩子的鬼确实很厉害，他可以使这个小孩子无法言语，甚至把小孩子在18节里面所说到的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口中就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非常的厉害的鬼把孩子整理整成这个样子这个现象在马太福音17章15节这个地方又有讲到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这里很清楚的说到这个小孩子患了什么癫痫病，就是羊癫疯这是一种脑的病变在这种病在圣经时代里面几乎无药可医。18节最后，这被鬼附的孩子的父亲这样对耶稣说：“我请过你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然后他们却是不能。”这句话很值得注意的，原因是当时候耶稣差派1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曾赐给他们赶鬼的权柄，在马可福音6章7节是一个还年轻的孩子马可福音6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这很清楚的说明了耶稣的门徒应该有能力赶鬼才对，可是现在怎么会无能为力的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因为这孩子病重的现象，使得这门徒看见了，所以就反映出害怕或是胆怯？是否有可能因为这孩子的父亲原本是找耶稣来医治的，来的时候没有遇见耶稣，以致心里面产生了对门徒的能力的有所怀疑，而怀疑有可能是使门徒和这个孩子的父亲失去
信心啊，失去信心。我的小儿子嘉恩在小的时候啊，有一次，因为我们都在牧会啊，孩子都带在身边啊。那有一次在教会的广场，他就突然跟我走：“爸爸，我的心脏很痛。”哦，那时候他好像只是一个小学生，心脏很痛，我吓了一跳。他说可以为他祷告。我说好啊，我马上就在广场就当场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求神给我力量为他祷告，感谢主，在那个时候，一祷告之后，慢慢的他就慢慢的就不痛，就不痛了，赶紧送医院，在深工医院，一看医生是说，他是患了一个心脏瓣膜的闭锁不全，他还小，可能这方面有一点闭锁不全，那个盖子没有盖，心脏有一个盖子没有盖好，慢慢的他长大之后就会有改善，就会改善，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心脏方面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的儿女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想第一个真的要为孩子祷告，因为这是上帝托付的产业，你要为他祷告，你有这个权柄，你有这个权柄，可能是因为说很软弱或怎样，不要求神帮助我，我想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父亲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父母亲的一个帮助让我们真是求上帝来保守。好，那接下来从21节到24节这个地方，医病刚贵就是耶稣给门徒有这样的能力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呢？无能为力呢？事实上有的，但为什么那从21节那在20节21节19节，对不起19节这个地方耶稣讲了一句话，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这是在19节这个地方耶稣把这件事引起争辩的问题说出来了。他强调并且让大家知道，问题不在谁有能力，而是信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这种信心的问题不只是孩子的父亲，更是在门徒的身上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他站在周围看着这件事的民众也有同样的毛病，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那些文士，更是他们一再看见耶稣亲自施行过的神迹奇事，但是就是不相信。这也是耶稣所以感叹的原因感叹的原因。所以讲到这不幸的世代这不幸的世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能力的一个原因感叹的原因耶稣说了，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些话对他的门徒来说是很痛心的话，表示是这些门徒真的教不会，怎么会遇到较大的困境的时候就退缩，失去了信心门徒会，我们也会碰到较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失去信心。弟兄姐妹会，牧师也会，也是都会，因为我们都是人都是人。那耶稣在19节最后的时候他下了命令，他决定再进行医治的神迹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每件事情我们带到主的面前，
不是我们能，而是上帝他能。我们要依靠他把他带到我这里来。那20节他们就带他来，鬼的力量也是有了反应，为的是排斥阻挡耶稣进行医治的工作。我们看到鬼反应很激烈反应很激烈，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等等，这些举动必定使得这孩子被父亲带到门徒面前的时候，重新表演，已经表演过一次了，现在在耶稣的面前也是一样表演过一次，有可能因为门徒看到这些动作都吓坏了，这一吓，真的把他原来的信心就吓走了，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参与到赶鬼的侍奉？我们可能比较少在我在牧会的时候，刚开始就碰到很多个赶鬼的侍奉，我知道找我的老师、我的同学特别是林良堂同学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服侍，所以参加这样的服侍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你有没有信心？如果你信心非常软弱的话，你千万不要参加，因为那个东西会跳到你身上，但赶鬼的侍奉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吓到了这些可能门徒被吓到了从21节到24节这里，耶稣和孩子跟孩子的父亲之间的对话，也是马可福音的特色。马可福音的特色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跟耶稣的一个对话特有的资料。耶稣首先问孩子的父亲有关孩子的病史，害这个病有多久了？这个孩子回答说：从小就有，从小的时候就有。这句话也说出孩子一家人生命痛苦的经历。圣经里面简单的几句话里面带出背后很多的一些背景一些背景。不仅是孩子痛苦我们看到经文描述的这个孩子的痛苦，而是陪伴他孩子身边的每一个人，当父亲的、当母亲的这一家人都要随时因着这孩子病症的发作而忙碌，甚至受到惊吓。22节所描述的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鬼经常要想办法害死这个孩子，把他故意将孩子扔在火里水里，这些动作都足以致命的一些行为，而孩子还可以生存下来，就是这家里的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尽心尽力照顾这个孩子。过去我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活跃忙碌，从我没有想到说一些肠道的问题肠道可能针对一些年长的。自从家人有发生中风之后，这整个这样的事情就临到这个家庭临到这个家庭长期照顾的一些问题。花莫甘泉的作者晓得是谁吗？考门夫人考门夫人她的后期的时候，因为她先生患病了，她为了照顾她的先生，照顾了6年，24小时，6年，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这样过来跟丈夫一样丈夫跟病魔在缠斗，她也陪在身边，一样受苦。不只是病人受苦，陪伴的人同样受苦，家人都受苦。这是长照。我们现在长照里面不只是说病人而已，其他家人，包括亲属一样，大家都全部都揪在一起，考门夫人就经过6年，这6年完了之后，就写下了这一面花莫甘泉，安慰。后来我们这些的人得到安慰，很大的安慰。所以22节最后段，你若能做什么？这父亲讲的，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请注意这个地方，你若能做什么？这原本的意思是说，你若是还有什么方法？为什么这个孩子的父亲会说这样的话？很可能是他从耶稣门徒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失败，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失败。因此，他虽然用祈求的语句向耶稣请求医治，但不敢奢望能够完全的寄望才说出这句“如果能做什么”这句话，等于说告诉耶稣说不用太勉强。23节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耶稣一听到这父亲的说话，很快用很严肃的句子回应了他这个信心已经接近消失的父亲。耶稣并没有客气的一个言语，他直接就回应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句话很清楚的在告诉这个父亲，你千万不要对我怀疑。耶稣提起这个父亲，真正的问题是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可能是我们自己就没有了信心，对上帝没有了信心，以致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软弱。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身上。只要他有信心，并能够成就这件医治的事情，不应该用怀疑的心来看耶稣。24节，孩子的父亲很快就明白耶稣的意思了，因此他马上改变对耶稣的态度，大声喊叫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想，这句话也常常在我的祷告里面会有这样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也只是对耶稣说，也是对耶稣说了：“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或者我们加几个字帮助我的不信，帮助我的不信。看吧，信跟不信之间只有一线间的差距而已，但却说出一个人的生命的希望跟失落。当他在说我信的时候，这时候他的生命就有了希望。这对生命的期盼，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的，而是依靠那赏赐生命的主宰上帝的身上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所以当一个人承认自己信心不足的时候，就会知道寻求帮助。这个父亲听到耶稣所说的话，重新燃起对耶稣治好他儿子病症的信心，还用坚定的话对耶稣说出自己的问题，也恳求耶稣伸手救助他。这是一个做父亲的对孩子他有这样的迫切，但他信不足，求主帮助他的不信，他求主来帮助他曾经也很软弱，但是他祈求耶稣来帮助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也是一个牧师的家庭，他身为家庭的父亲，他有3个儿女。从小的时候他的儿女上学的时候，他每一天他不在就师母就为他的孩子祝福祷告，就为他的孩子祝福祷告。每一次上学每一天上学都为他祝福祷告所以他儿女感谢主都成为传道人，都是传道人牧师传道人那我跟师母听到这样的见证之后，我们我的孩子嘉欣嘉恩，我们小时候就开始为他们祷告，每一次上学前就为他们祷告。我不在做师母，每天每一次。不晓得我们在座的父母亲上帝是儿女是产业给我们做父母，你有这样从上帝来的权柄为这个孩子来祝福祷告，你一定可以，你一定可以，不要觉得害羞或怎么样，就可以。
可能成为一个习惯，孩子都很愿意从父母亲来了向上帝来祷告，来祝福他的孩子上学，甚至现在上班了一样。他现在上班了，我同样为他们祝福祷告，他很自然而然就会来到我面前，我就为他祷告，祝福祷告。我想我们有这样的权柄，从上帝那边来，你愿不愿意使用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权柄？你不愿意就没了，但是你愿意为他们每一次上学、上班或者其他的工作或者其他事情来祷告，是很美好的，从上帝来的祝福父母亲是可以的。好，所以第一段里面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当有人遇到生命极大的苦难的时候，都需要我们多一份的关注和慈爱。当耶稣带了3个门徒从山上下来，一群人围在他身边，文士正在辩论，原因我们很清楚，为了门徒们无法赶出附在他小孩身上的污鬼，这个文士不是来帮助，也不是来关心的，而是来讽刺的。这些门徒就像他过去一再挑剔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一样，这也是耶稣非常生气的原因。他们总是扮演着一个威权的角色，却甚少关心苦难的需要，不但不会伸手去减轻人们在实践摩西律法上面遇到的困难的负担，反而加重痛苦在人的身上，跟耶稣传递的信息完全不同来，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前卫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叫做《素描福尔摩沙冈维林的台湾笔记》这本书我们会看见到这群早在19世纪中叶来到台湾的英籍的宣教士，都是学有专长的，也个个都具有强烈的献身使命感。当他们来到台湾播下福音的种子的时候，并不是传讲深奥的信仰要义，也不是在进行繁琐的宗教礼仪，没有。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如何把耶稣拯救的爱，让当时候民风相当保守，19世纪18多年19世纪而且文盲很多的我们台湾的祖先，懂得怎样上帝爱他们，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事实上第一个就是爱、关怀、帮助、关心，而不是辩论其实辩论也是另外一种方式但是刚开始觉得用爱来接触 touch 会比较好比较好那事实上这些宣教士都是这样开始。我们的社会有许多地方发生灾难，不仅是自然界发生的变化所带来的，更多是人为的错误带来的结果。如果我们多一分的关怀的爱，就可以增加一份人心改变善的力量，用更多的爱心来关怀正在苦难中的同胞，就是在帮助他们从痛苦中重新的站起来，而不是在旁边说风凉话这些讽刺这些好，我们接下去25节到29节这个地方25节，对于摧残人生命邪恶力量的鬼，耶稣向来不会客气，因为这些残害人生命力量的，如果对这些残害人生命力量客气，就是在等于怎样践踏上帝赏赐生命的恩典。换句话说，
对残害人生命的邪恶的力量，不需要慈悲，更不需要有给任何的讨价还价的空间。不要让魔鬼有留地步的地方啊！特别是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受到如此残酷的对待，耶稣更加愤怒，因此他用很严厉的话对污鬼说，要从这孩子身上出来，再加上一句话，再不要进去了。这是耶稣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使用这样的一个禁止的命令啊，禁止的命令。禁令，这也是耶稣要这个孩子的父亲把孩子带给他看的原因。就在那时候，耶稣就准备要医治这个孩子了。26节，这污鬼听到耶稣的命令之后，并没有立即的顺服跟听从，还持续的想尽办法要抵抗耶稣的命令，因此才会故意在孩子身上继续做残忍的动作，使孩子大大的抽一阵风，让孩子看起来像死了一般。注意，这两个动作都表示医治还没有完全结束。若是耶稣一看见这孩子猛烈的抽风就害怕，或看见孩子死了一样就退缩下来，那污鬼就继续在孩子身上，你都要在孩子身上掌权作怪。特别是那一群围观的人，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他是死了啦，他是死了啦。这时候，就是这鬼要利用群众害怕的心情来打击耶稣的能力，但污鬼错了，他不知道耶稣根本不会理会这些，因为耶稣很清楚知道他做什么，也清楚知道这污鬼的情况。27节，好，27节，耶稣随时伸手一拉起，这看起来像死了的孩子，他就站起来了，完全复原过来了。要注意26节那个地方啊，第一句话，那鬼喊叫。原本这父亲告诉耶稣，孩子的病症是在17节他被哑巴鬼附着。25节耶稣也说这聋哑的鬼，意思是说这孩子不会说话，但污鬼喊叫了。26节污鬼喊叫的，正好说明这孩子不但癫痫的病好了，也可以开口说话。28、29节让我们看到门徒们感到错愕，因此不敢公开来问耶稣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无法将这样的鬼赶出去。他们曾经有过医病赶鬼的能力的，可是为什么在这鬼身上他们竟然无能为力？耶稣的回答很清楚：若是要赶走这样的鬼，非用祷告，总不能出来。那小字里面是有禁食禁食，那可能是下功夫要下功夫靠着祷告才有办法。那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一个知道祷告的人，表示这个人心中有上帝。不但是这样，也表示这个人需要上帝伸手来带领他。相对的，不想祷告的人，表示他不需要上帝，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够了。若是这样，是很危险。我刚才有讲到，我们刚牧会的时候，就碰到几次赶鬼的侍奉那我是请我的老师跟同学来帮忙这样子也是在我牧会的经验里面很特别这没有任何的神学院里面还没有教过这个，在服事的里面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一个妇人被鬼附了他都跟你闹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崇拜完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妇人带到教会。我的老师、我的同学，还有一些
执事弟兄姐妹也来参与了。我们告诉他，一定要有信心，没有信心就不要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赶鬼的事奉。当然，我们就唱诗歌，读上帝的话，祷告，我的老师很有经验，很有经验。我看着他带这个妇人祷告，来问他，用上帝的话，那个妇人在祷告当中，突然就变了，就一个声音出来，那个声音出来之后，你会起鸡皮疙瘩。他说他自称为仙姑，然后我的老师就祷告，他在吐，我们也准备了塑胶袋，对吧？吐的东西就把它装起来丢掉。吐完之后就整个顺服下来了。但是在这样的服事里面，我印象非常深刻，印象非常深刻，就如同在圣经里面的耶稣赶鬼，不是我的老师赶鬼，不是我的同学赶鬼，也不是我来赶鬼，我们人没有这样的能力，耶稣赶鬼。所以在那个当下里面，就是邀请耶稣来，把这样的一些里面的东西把它赶出去，赶出去。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参与过这样的一个服事，这样的服事，那牧师是有，我们经验很多次，参与，就让这样的一些里面有东西的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完全的释放。那这里面很重点一点就是耶稣赶鬼。好，第二，我们需要用祷告来向上帝说，我们需要他的带领，需要他的医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门徒，要赶走这危险、危害这孩子生命的污鬼。并不是依靠人的力量可以达到的，因为危害人生命的力量的，这是比人的力量还大、还强、还更有力量。因此，依靠上帝的带领帮助才有办法，而寻求上帝的帮助，就需要透过祷告才有办法达到。祷告就是跟上帝讲话。会祷告的人基本上就是表示自己需要上帝，因此祷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一个谦卑，谦卑，心中承认有上帝，而祷告就需要具备的条件就是内心真诚的态度，这个很重要我想我们必须祷告里面真的要有这样一个真诚的一个态度不是表面的行为。上帝倾听人内心的声音，但上帝也同时在鉴察人内心的意念。所以你祷告，你骗不了人，骗不了上帝，可以骗得了人，但骗不了上帝。他鉴察你内心的声，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也鉴察你人内心的意念。再来，祷告也代表一个意义，就是敬拜，因为敬拜是在表明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必须愿意顺服他，敬拜他。透过敬拜，表示我们建立与上帝之间紧密的一个关系，要和上帝连接在一起。因此，祷告之后都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奉主的名。这正好说明了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连结，也因为这样，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15章16节，来，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们，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的生活环境处处都充满了邪恶的力量，稍有不注意，这些邪恶力量就如同
缠绊这个孩子身上的这个使他患有癫痫病，紧紧的抓住我们不放，我们几乎成为这邪恶力量的一个奴隶，受到折磨痛苦，甚至影响到整个家庭在社会里面有这些不只是这样的污鬼我想一些权力一些色情有很多社会上一些不好的这些东西也会影响到我们而想要用我们的能力方式来驱赶、克服、抵挡这些邪恶力量，特别是污鬼这个问题，我想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来抵挡的。我们真的需要主。但我们要紧紧记住，祷告是最好的方法，唯有这样的途径，因为祷告就是让上帝知道我们生命的困境，也在告诉上帝，我们需要他来带领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心灵被释放的一个自由人。我想，如果我们有机会跟人家在协谈的时候，谈信仰的时候，最后，我是建议最后你一定要带领他用祷告向上帝来祷告做结束，就是把这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是我能够，我能，并不是是上帝能。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耶稣看见文士在门徒辩论，他懒得再跟那一群文士只是看笑话而已。那个文士说话，随即就将那受尽折磨的孩子医治好了，而且坚定了孩子父亲的信心。这才是我们学习信仰的功课。最近我听到一则消息我觉得很惊讶因为跟我有点关系因为某一个教授跳楼自杀了，我想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所以我一看那个名字，很熟悉的名字，哇！他是我在国中、高中同校的同学不同班但是同校的同学都知道这个名字因为他都是名列前茅，第一名，成绩相当好，相当好，相当优秀，当了教授。但听说他说他因为有生病了而且不能再做研究了到教授一定要做一个研究，不能够再做研究，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循迹短见了令人很讶异令人很讶异。生命何等可贵，认识是生命的主，他是一生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的信息，我们向上帝来祷告，主啊，我到你面前。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第二段的时候，大家一起站起来里面有一个人带唱的，我们就跟着唱。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
献上我的今天，为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定十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我与你同定十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我与你同定十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成为你的喜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献上感恩，带领在今天主你所定的圣日，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主的殿中同心的敬拜，也要借着今天的主你的信息，保守带领我们看见到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家人受这样的一个哑巴鬼的苦，主啊，看见到他是这些污鬼何等的残忍来对待这些孩子跟家人，主啊，我们真是能力不够，我们信心不足。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父亲的一个呼喊，主啊，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软弱、痛苦、病痛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主，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主啊，您大有能力，主你来帮助我们这样的信心，因为信心从你而来。求主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靠主得力得胜。特别似乎我们众弟兄姐妹当中，如你也知道，我们每个家庭的情况，可能有一些肠道照顾的问题、病痛软弱，或者各样的一些问题的攻击。主啊，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向主你来恳求，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赏赐给我们恩典，求主圣灵来充满我们，好叫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好我们依靠主，能够来有这样的信心来面对。求主恩待赐福，仰望感谢，求主保守带领，这样的祷告
仰望、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请坐。今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赶鬼让我们能学习，常常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愿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我们的信心如何建立起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157首，我们一起立来唱，我们只要唱第1节跟第4节157，耶稣我主。耶稣，我爱着你，耶稣，我主，耶稣，远超万民，耶稣，我主。第4节，不叫你要在里，耶稣我主，我们快要欢喜，耶稣我主。请坐。接下来奉谢礼，请司宪到台前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丰富，使我们一无所缺，主啊，这个时间，我们也把我们所领受的奉献一部分用在圣工上，求主你来悦纳，也祝福每一位。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成歌》。哦。
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到第2次的时候，请大家拱手问安。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的。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在生命的喜悦，同在所爱中的结，因着耶稣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请回座，请大家，请坐哈。接下来有一些教会的事工的报告。我们欢迎今天实体还有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你。好像我们今天现场没有新朋友。然后我们谢谢义文牧师正道，愿神祝福义文牧师的家庭生活还有服侍一切都蒙恩。下个主日是5月份的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席来参加。今天主日后呢，有召开执事会，请相关的同工留步参加。第4，本堂的英儒干事要到这个月的月底离职。那现在我想请牧师嘉伟讲几句话，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相当舍不得了哈。我们的同工在8个月后，他有个人的因素哈，因为包括很多事情，那我们实在是非常感谢他在这个8个月的付出。那很多人都讲说哈，这个不是人干的工作，就是干事了哈，所以希望大家也真的珍惜我们的教会的干事，他们在工作当中，因为我们有很多人都是他的老板，都是他的长官，所以其实执行者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有太多的一些的这个期待或是期望。那但是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同工他们衷心的摆上了哈，所以我们到现在各位我们都可以使用到很好的场地跟这个设备，还有所有的这些的软硬体的设施，都是我们的办公室的同工哈，不管是我们的哪一位干事，都是很努力跟尽心在帮忙哈。金星也在楼上好，所以我们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的同工都能够在这边我们尊荣我们的同工，让我们的同工在这边的工作，他们所做的也都能够持续到长久，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银如干事哈，今天这是他的最后一天的上班，我们要请他来到台前来哈。好，这个不用担心哈。这个我们的银如干事说，他虽然卸下干事的工作，但是还是我们的会友，
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也这样的来恩待我们的这个家庭他们的工作实在相当的辛苦，而且他家里还有3个小朋友，也相当的努力了那我们也为他能够做时间的调控安排，因为个人的一些的因素了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些的调控跟安排。那相信他在未来他在不管是家里面或是其他的地方，仍然能够是发光发热的好，然后我们的是哪一个？喂。好，我们的执事会主席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些过去弟兄姐妹平安。那个银如今天是最后一天在这个执事的这个岗位那我们是真的非常不舍那因为银如现在目前是这个阶段，家里又有3个小孩有时候在照顾各方面时间上真的是很不容易配合啦那但是呢银如他们一家人包括荣居都是在服事上面真的都很忠心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那也一再慰留，但是呢，因为时间上面各方面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个配合所以呢，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让银如休息一下。我们也是希望说，将来有机会，我们在主里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在一起同工的，所以我们再一次谢谢银如那看看银如有没有什么跟大家？谢谢大家，就谢谢你们啦，就是都很包容银如，然后也用爱跟恩典来对待我，对。那对，人在神的当中都是恩典的，不论我在哪里。神都与我同在，也与大家同在，谢谢你。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银如干事祷告。今天是他工作的最后一天求上帝帮助他忠心摆上，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始终如一。我们为他祷告，也祝福他的家庭蒙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为我们的银如干事献上祷告，谢谢你让他能够在8个月的当中持续的能够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也祝福他未来的决定跟工作上的安排，生活上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让他能够回到家庭当中，除了成为一个好妈妈、好太太，也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跟祝福。让他暂时的离开这个工作，那将来主你在各样的地方使用他，让他在那里为你发光，做你美好的见证。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的干事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的工作实在艰难，但是你恩待，让我们能够寻找到合适的同工来接替银如的位置，让银如能够放心的在工作上面能够交接之后回归到他的所要在的地方，能够更多的能够为主所使用。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谢谢我们的银如干事谢谢。好，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那干事没有了，那怎么办不用担心我们还有代理的干事，我们已经请我们的这个淑清姐协助就是在6日的时候，因为是最忙碌的时候，所以请他来协助。那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干事的人选祷告，让我们能够找到合适的人，然后能够来帮助教会的行政事工。那牧师可以有时候跑掉不在没有关系，但是干事都要在的，所以这个工作相当的繁重所以请大家能够要为我们的干事更多的祷告，谢谢。OK。愿神祝福银如先是暂时在工作上面，在教会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是他仍然与我们在一起的谢主。好，那教会在5月14号会举行母亲节的庆祝活动到那天呢也会有预备一个母亲节的礼物，希望弟兄就是母亲们尽量的邀请参加了另外第6项，卫理公会要在5月19号在阳明山举行那个叫福音园
召开联谊会，这是联谊会。那我们有伟文牧师还有依兰姐妹代表参与，为他们的行程来祷告。那5月21号的话是有交换讲台，是由这个嘉义的牧师林天福来我们这里。那伟文牧师呢会交换到木栅的这个卫理堂，也为着他们的往返的平安来祷告。很重要的是5月20号5月20号要举办的姐妹培灵会，5月20号，那讲员是蔡慧秋老师，这是邀请全教会的所有的姐妹一同来参加的，请大家如果是可以的话，向办公室或者是师母来报名。另外，有一项报告就是6月19号到21号。那教会有预备到澎湖探宣兼旅游了那这一个行程其实是很赶的就是上个周间终于决定，但是大家知道目前算是旺季的他们那边有炭火节之外另外就是这段时间大家都出外，所以说非常的忙碌，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有抓到一些位置。这里面写的是20个人，实际上目前保留的位置在30几位了那但是呢，超过这个人数的话，那个时候要看当时的机票的状况。那我想这个事情就请牧师下午再做个解说。OK， 好。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位我们当中的弟兄在我们的澎湖那边来担任传道人。那他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又再回去被征召回去牧养当地的国语礼拜堂。那所以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就商量说，我们是不是去探访他，顺道我们也去澎湖做一些的休闲的活动，退休会那类似像这样的活动。那所以我们就很紧急的就邀请了我们的邵文兄来担任我们的团长因为他是这个旅游方面的专业。然后我们就尽快的定了，就在6月19号到21号，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排。那请弟兄姐妹尽快的，如果你是有听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讯息的话，尽快的报名。我们期待在5月2号以前，就下个礼拜2以前，要把这个名单要送出去了。所以时间上比较赶，那但是也让这个安排好作业所以请大家。就是如果时间上可以，那你愿意去，然后去澎湖那边去有一些参观旅游，还有我们去关心在当地的教会的一些的情况的话，那欢迎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报名那我们会在今天的12点半成人主日学结束的时候，我们的邵文弟兄会做一些的一个简报跟分享。那我们最晚请大家一定记得5月2号以前要报名截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请尽快在办公室或者是白板上面那个公布栏上面尽快的赶快填写。那今天12点半的时候，在201教室会做一些的行前说明这样先跟我报告一下，谢谢。这个行程算是临时的，也非常紧急。为了就是说他这边呢不容易，因为我们这个团一团要去参与的时候他那个机位基本上时间就是飞机大概在100个人左右，所以说很容易就搭不上了，所以他保留到5月2号。那所以我们在初步来讲，5月2号希望能够有一个数字给他们，那看一下这个团能不能成型但是这个部分就是如果是过了这个时间的话，实际上那要看情况有可能那个已经满了，那时间上面就很难跳动了。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在这样考量之下，所以说一切所做的都是非常紧急快速的。好，那我今天的这个另外就是有一些消息呢，请大家参与自地消息也请大家能够参与跟带导。那我的报告就到这里来，牧师还有吗？没有。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
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你大大的爱赏赐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将宽容、怜悯跟饶恕进入到这个社会跟世界的当中，带领我们进入世界，来改变世界，让我们为你所使用，成为你的见证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订阅。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那如果是有病痛、业务上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或者是到台前来，牧师为你们祷告。